来看动保团体早起去农业部的林保署呼吁讲，应该全面禁止使用山猪条。嘛批评讲一寡改良式的蜡具同款是真危险哦。林保署是表示讲会来收集部落族人的需要，甲动保团体的诉求，再过来研究。 大日头下，动保团体办做一只乌鱼，互改良式的蜡区叠条咧。动保团体用行动剧要求林业署应该爱全面禁止山猪条甲改良式的蜡区。为着要减少动物的伤害，林业署对2019年开始推动将传统的山猪条改做改良式的蜡区。但是动保团体表示，改良式的蜡区只是甲脚踏板对24公分变成12公分，虽然变细，但是同款有害，同款会伤害 动物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佫可怕。这种传统的这种的山猪条，大概咧这10年才出现的，但是这种下做改良式的这个列具咧，推动到即马4年啊哦，这4年来20只，死7只。对此，林业署回应，改良式的蜡区确实袂伤害到乌鱼，而且原住民长期以来文化袂当讲一改就加以全面禁止。我们的是改良式列具，跟这些市售的山猪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虽然形式上是很雷同的，但是我功能上是有做过一定的设计跟改善的。这个政策是一定要推动的，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与山村居民和原民朋友们 在建立互信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大部分拢是迄卖山产的，伊一只山猪啊，抓着去卖，会当卖2万几块。林业署用原住民来做伊的挡箭牌。 动保团体表示，原住民伫台湾5000年的历史，但是山猪条这种工具是这10当才有的，因建议应该爱使用电子围篱，也是较安全的工具来取代，才会当保护动物的安全。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